節目馬不準備搭檔2場賽事5班1800米嘅泥地賽，準備一開閘嘅時候啦，前面快嘅馬中代檔有呢隻呢就係故事啊，大外檔的確好靚，拱去前面跑添喎。再見到中間白衫淺藍帽落在其中內欄就係呢隻自動導航啊。第5位跟前有粉紅眼罩無雙小豬，出邊喜悅知己啊。最後邊嘅馬內欄黃眼罩春天啦，尾4灰馬係彩嚟啊，出邊電呢個呢就係電信至尊啊。殿後一隊起身逢攝得入內欄包咗落尾呢就係嗰隻團圓飛舞嚟㗎。好啦，向住呢個呢就係1200嘅段柱進發啦，唔知大家諗唔諗得到啦？的確好靚呢，竟然係會帶頭嘅。第2位就係呢隻故事啊，第3位嘅馬啦，29蚊啊，就係呢隻自動導航啊。第4位樂在其中，再後邊內欄黃眼罩春天，中間呢粉紅眼罩無雙小子，咁啊再喺外邊呢就係呢隻喜悅知己啦。尾4電信至尊，尾3內欄紅衫呢就係呢隻喜相逢啊。中間夾住灰馬彩嚟啊，包咗落尾嘅馬呢就係嗰隻團圓飛舞嚟㗎。好啦，跑到去對面直路尾咯喎，的確好靚，扣住佔先啊！咁啊見到呢隻樂在其中呢，喺呢個第2位、第3位嘅馬啦，咁啊見到大外檔呢，有呢隻電信至尊開始啊上啲咯喎，內欄第4位係故事啊，中間有自動導航橙帽呢就最易認㗎啦，後邊嘅馬粉紅眼罩就無雙小子啦，後啲嘅馬先有呢啲春天啊、喜悅知己啊，抽出去大外檔追下啦，有呢隻彩嚟啊，尾二喜相逢包尾團圓飛舞啊！好啦，入正直路啦，的確好靚，扣住佔先，咁啊見到跟住內欄故事啊上啲咯喎，咁啊再見到中間呢就係電信至尊啦，外邊雷神嚟啦，就係呢隻自動導航啊，再跟住一齊上呢，後邊仲有呢隻彩嚟嗰啲馬鬥到嚟最後100零米，自動導航呢帶住隻馬呢就一路已經咧拋嚟咗個幾身位都贏緊呢場賽事㗎啦。第2名嘅馬呢，的確好靚，一路呢就放頭捱住呢個第2，樂在其中第3、第4隻故事。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隻自動導航隻馬都直情帶住佢，你喺出邊追下啦，追下啦，有㗎啦。咁啊一比落去就已經彈甩咗成2個馬位贏馬，的確好靚呢，就第2、第3呢就樂在其中，故事要影相。個導航系統啊搞翻掂啊，即刻贏馬啦嚇，唔使外邊咁樣。第2啊，竟然係放頭呢一匹嘅，的確好靚啊！第3係咪跑過人呢？嗰個鬥志真係犀利啊！件角能喺鞍上邊啊，一路壓住啊偉達喺裏邊咯。係咯，可以跟得到咁前嗰度嘅。